節目開始前，邀請你加入成為會員，支持我哋，使我哋嘅事工更往前。做事有計劃，必然成功。冇策略嘅仗，絕對唔可以打。智慧比武器會有更大嘅成就，但係一個罪人能夠摧毀好多好事。計劃周詳嘅人富足，行為衝動嘅人貧苦。運用機智能夠奪取勇士嘅城池，摧毀佢所倚靠嘅堡壘。你有智慧，獲益嘅係你自己；你拒絕智慧，虧損嘅亦都係你自己。愚蠢就好似一個吵鬧、無知、無恥嘅女人，佢坐喺屋企門口，坐喺城內最高嘅地方，叫住嗰啲匆忙趕路嘅人。佢話：嚟啦，無知嘅人！佢向愚蠢嘅人話：偷嚟嘅水係甜啲嘅，偷嚟嘅餅味道係好啲嘅。受害嘅人唔知道原來嗰條係死路，去佢嗰度嘅人已經墮入陰間嘅深處。明智人吸收知識，愚妄人到處闖禍。拒絕管教等於傷害自己，聽人勸嘅就係求取智慧。敬畏上帝等於上咗智慧嘅一課。要得到人嘅尊敬，先要學習謙卑。驕傲導向滅亡，傲慢必然衰敗。驕傲嘅人有恥辱跟隨佢，謙卑嘅人有智慧陪伴佢。要先有謀生嘅把握，又預備好田地，然後再建造房屋，成家立業。盡你一生空虛嘅歲月，就係上帝賜俾你喺呢個世上嘅歲月，同你所愛嘅人共享人生樂趣。因為呢個係你喺日光之下辛勞所應得嘅。財富得嚟越容易，對你嘅益處越係少。要小心看住你嘅羊，照料你嘅牲畜，因為財富同冠冕都唔能夠永遠保存。要聰明啲，唔好耗盡心力追求財富。錢財轉瞬即逝，好似長咗翅膀會飛走嘅老鷹一樣。
我發現人勞碌工作，追求功名，係因為羨慕佢嘅鄰居。我又發現一件事，呢個世界善於賽跑嘅人唔一定得獎，勇士唔一定打勝仗，聰明人唔一定有飯食，機智嘅人唔一定富有，能幹嘅人唔一定居於高位。所臨到眾人嘅係在乎當時嘅機遇。人嘅思想好似深井中嘅水，只有明智嘅人先會吸取。與明智人同行就有智慧，同愚蠢人作伴一定會受連累。愚蠢人事事相信，聰明人步步小心。笑逐顏開，使人喜樂；喜訊使人心曠神怡。寧靜使到身體健康，嫉妒係骨中嘅毒癌。明智人唔輕易發嬲，唔追究人嘅過失就係美德。缺少領導，國家一定衰敗；謀士眾多，國家就安全。君王嘅光榮在於人民眾多，冇人民佢就一無所有。事前冇商議，事情一定失敗；集思廣益，事情一定成功。忍耐勝過威力，自制強過奪取城堡。明智嘅人到處受尊敬，奸詐嘅人道路崎嶇難行。唔好指責傲慢人嘅錯處，因為佢會恨你。但如果你指教明智嘅人，佢就會尊重你。對明智人講一句責備嘅話，比責打愚蠢人100下更加有效。指教明智嘅人會使佢更加明智，教導正直嘅人會使佢增長學問。
作為僱主嘅，你要好好咁對待下屬，唔好威嚇佢哋。要知道，你哋同你嘅下屬都有一位喺天上嘅主人，佢要用同樣嘅標準嚟對待每一個。作為下屬嘅，要恭敬服從你嘅僱主，唔單止對良善溫和嘅僱主係咁，就連唔體諒人嘅僱主亦都要係咁。你哋要甘心樂意咁樣盡下屬嘅本分，好似係服侍主而唔係服侍人。要知道，無論係下屬抑或係僱主，上帝都要用各人嘅好行為嚟報答佢。統治者嘅烈怒能夠置人於死地，但有智慧嘅人能夠使到君王息怒。統治者嘅憤怒好似咆哮嘅獅子，激嬲君王等於自殺。統治者唔係要令行善嘅人恐懼，而係要令到作惡嘅人懼怕。你唔想驚當政者就去行善，佢就會稱讚你。你同大人物同台食飯嘅時候，要記住佢係邊個。你唔好喺君王面前妄自尊大，想引起佢嘅注意。寧可等人請你上座高位，唔好讓人請你落禮，讓位俾啲比你更加重要嘅人。經驗豐富嘅人所提出嘅警告，對願意領受嘅人嚟講，比金耳環同埋純金製成嘅飾物更加有價值。聰明人對答如流，說話如網，自招衰敗。正直人三思而後回答，邪惡人口吐惡言而惹禍。發言中肯令人喜樂，說話合宜令事情美好。說話中肯勝過金銀珠寶。說話浮躁就好似利劍傷人，智慧人嘅言語就好似濟世良藥。講話老實顯示公正，作假證傷害無辜。虛構嘅言語轉瞬即逝，誠實嘅說話永垂不朽。冇聽完就搶住回答，係愚蠢，會帶嚟羞辱。口舌謹慎嘅人得以躲避禍患。愚蠢人閉口係有智慧，
佢默不作聲，亦都算聰明。溫和嘅言語充滿生機，歪曲嘅說話使人心碎。唔敬虔嘅人以言語敗壞鄰居，義人嘅智慧可以救人。憂慮使人消沉，良言使人振奮。誠實嘅應答表示真摯嘅友誼。性情暴躁嘅人就好似一個不設防嘅城市，容易遭受攻擊。脾氣急躁嘅人做事愚妄，通情達理嘅人鎮定自在。脾氣急躁嘅人自食惡果，你幫佢，對佢反而有損。唔輕易發嬲先算聰明，脾氣急躁只會顯露愚拙。脾氣急躁招惹紛爭，性情容忍培植和平。見到敵人遭殃，唔好開心；仇敵跌倒，唔好歡喜，因為上帝監察住你，佢唔中意你存咁樣嘅心，話唔定佢會因為咁而唔懲罰你嘅敵人。唔好因為作惡嗰啲人得戚而心懷不平，唔好羨慕佢哋，因為惡人係冇前途同埋冇盼望㗎。圖謀惡事嘅心存詭詐，促進和平嘅充滿喜樂。信譽比財富寶貴，名望比金銀更叫人羨慕。正直人嘅道路遠離邪惡，謹慎行走正路，生命得以保存。忠誠人行為正直，佢嘅子孫幸福無窮。誠實人起居穩妥，欺詐嘅人終會敗露。秉行公義使正直嘅人高興，作惡嘅人卻心懷恐懼。上帝厭惡不准嘅天平，
佢鍾意公平嘅砝碼，使用兩種砝碼、兩樣升斗，係上帝所厭惡嘅。我見到喺世界上應該有公道同正義嘅地方，反而有邪惡。我心諗，係好人係壞人，上帝都要審判，因為每件事情、每種行為都有特定嘅時間。唔好自行報仇，要信靠上帝，佢必定為你伸冤。義人係鄰居嘅良師益友，邪惡嘅人往往深入迷途。誠實嘅人滿有幸福，想發橫財嘅難逃懲罰。正直人有誠實導引，奸詐人因歪理毀滅自己。年輕人啊，如果壞人嚟勾引你，唔好跟隨佢哋。如果佢哋話嚟啊，搵幾個無辜嘅人毆打佢當作消遣，我哋會獲得各種財物，屋裏面裝滿搶奪翻嚟嘅物件。年輕人啊，唔好跟隨呢種人，要遠遠咁避開佢哋。凡係貪戀財利嘅，所行嘅路都會係咁，貪戀嘅心會奪去佢哋嘅性命。騙取翻嚟嘅食物好似特別好味，但係其實食嘅人會變得滿口泥沙。邪惡人只會得到虛假嘅利潤，正直人先會獲得真實嘅獎賞。寧願守信而收入少，唔願背信棄言而收入多。面臨死亡，財富無用，誠實救人生命。每間大屋裏面都會有好多器皿，唔單止有金器、銀器，亦都有木器、瓦器。有啲喺特別嘅場合用，有啲喺普通嘅場合用。人如果自潔，脫離一切邪惡嘅事，就能夠被上帝所喜頌，因為佢已經獻上，為主所重用，嚟做各樣嘅善事。耶穌話：你哋係人群中嘅鹽，鹽如果失去咗鹹味，就冇辦法使佢再鹹。佢已經成為廢物，只好抌出街，任人踐踏。你哋係世界嘅光，建造喺山上嘅城係冇辦法隱藏嘅。
冇人會將點亮咗嘅燈放喺隱蔽嘅地方，一定會放喺台上面，照亮住所有人。同樣，你哋嘅光亦應該放喺人面前，令人睇見你哋嘅好行為，就頌讚你哋喺天上嘅父親。